另外来关心的是，明年元旦开始呢，这卫福部是有真侪新制要来实施啊，亲像是长照3.0是来增加2类给付的对象，也那这新冠疫苗呢，也会来扩大注射的对象。另外，生育补助方面呢，一体是有通补到10万块，这未价嘛有通用公费去做体检等等。2026年11月9日，卫福部公布真侪项明年新制，大省市长照3.0计划，为明年元旦开始，除了本来服务对象以外，会扩大新增加全年龄失智而且适龄者，也加符合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 PAC 受案的对象，而且长照2级以上，预估差不多有74.5万人得到好处。疫苗注射部分，年满6个月以上到明年2月底前，拢会当免费注新冠疫苗，公费气炎链球菌疫苗是改做20价 PCV， 提供65岁以上的长者才会高风险族群来做。高年龄的人，然后他可能生病或者是有其他的疾病，但是家人就是要上班，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，然后这样就是会对他们比较好。现在是自费，所以有些诊所不一定会进。对，然后如果是全民接种的话，然后又是有政府补助，应该会更容易找到可以接种的诊所。另外，针对个别年金被保险人也加无参加社会保险的生母生育补助，每一体生育给付国家生育补助会当领10万块，国建署补助45至74岁民众，每人终身一届大便抗原检测为喉温螺旋杆菌公费体检，希望有助胃癌的防治。预估有60万人得到好处。他如果起步先从这个部分做也是可以啦，慢慢的其他的这种健检也可以进来变成健保。另外，为了加强照顾弱势，针对政府列册的中低收入户等弱势族群，除了原来的生活补助，低收入户每人每个月加发1000块，中低收入户每个月加发750块的生活补助，为115年1月开始至116年1月底，一定发放13个月，差不多会当照顾54万5千人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